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对子台语安尼写对子，对子就是对子，是收集判断证据的一种方式。诉讼的关系人，伫法庭上面对面互相对质，法官和犯人甲原告当庭对质。人无做的代志，莫共无赖，无得大家叫出来当面对质，讲好清楚。对质的质，台湾公学初期小学的汉文课本。一开始就是人有二手，一手五指，两手十指，指有节，灵屈伸，我来你来，来来去去，东去东行。门外有草地，草地上有牛羊，牛羊当吃草，牛大羊小。哥哥弟弟踢皮球，妹妹唱歌，姊姊拍手。这是指文音读子，白音读记。像讲记记嘟嘟，像讲记载，像讲一载记别人，三载记家己，也就是要检讨别人进前，先检讨自我。所以这字也有另外两个音，一载的载甲手指头的指。有一句俗语：十载春出无白长，十载手指头啊，伸出来有长有短。所以唔免怨叹父母无公平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对子实在真趣味。